問題。要進行信貸擔保係要得到立法會嘅批准。當時嘅信貸提出係去到7億，已經好清楚啦。既然係咁嘅話咧，就必然出現咗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嘅額。咁而家咧就將佢嗰個信貸擔保咧就最高去到40萬。40萬。咁換句話咧，如果按照原來嘅諗法咧，就係佢等於200萬嘅樓。200萬嘅樓2成咪40萬咯。但係嘗試用呢個咧去降低嗰個情況，唔好等得到大家咧就話咧，咦唔好喎，就鼓勵咗一個過度信貸，希望嚟講平衡到呢個嘅。但係而家出現嗰個問題就係淨先個差額。但係當如果真係喺個實踐過程裏邊，係發覺喺信貸裏邊，因為好多申請如果4厘利息嘅，佢都會希望能夠申請信貸話，我覺得政府就有責任，亦都有必要咧，再向立法會呢方面去提出一啲新嘅，由於按照新嘅變化嚟講咧，去盡量能夠滿足呢方面嘅需要。就而係話佢嘅落差點咧，佢落差係有，仲要喺個實踐嘅過程裏邊去做。如果當覺得係真係呢個利民嘅，係必要嘅，因為呢個唔係俾出嘅，呢個係一個擔保啫。但係你個最後嚟講都係嗰個9億裏邊咧，係政府嘅實際支出，嗰個部分係一個擔保，係一個支援。咁如果市民以至信貸機構係好清楚咁做嘅話，而又好歡迎嘅話咧，嗱呢種情況底下咧，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咧，再向立法會呢方面咧，去提出具體嘅方案咧，去作出處理。調整空間有幾大咧，局長？即係如果真係個落差正好似阿梁議員話齋，即係可能真係真係顯示到出嚟，對於個居民嚟講，真係對於呢樣嘢需求有好大喎。仲有幾多嘅空間我哋可以去調整？因為現時嗰個法規兩個法規咧，嗰度係有年期嘅，都係以1年為準嘅，所以我哋都要行一段時間咧，睇下嗰個實際嗰個申請量係點樣，我哋先至再作出一個相對嘅考量咯。想問下劉生，其實大家話而家260萬嘅樓，即係當然個幅度係調整咗啦咁樣，但係有幾多貨供應咧？其實而家市場上面其實睇翻喺呢一個額度入邊嗰個嘅樓宇供應量。咁其實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金融海嘯可能就對嗰個現在呢個都有對呢個市場上面都有個影響啦。咁喺房地產方面咧，個市場方面咧，我相信個貨源方面咧，亦都足夠嘅。咁再加上嚟講咧，亦都係話現時嚟講，因為嗰個二手樓方面咧，亦都可以被惠及啦。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如果有興趣係首置嘅，譬如我哋澳門居民咧，其實我哋可以向市場度物色嚇。咁再加上嚟講現時有關各部門咧，每個季度都公布咗有正在動工之中嘅地盤咧，咁亦都相對嚟講咧係反映到未來嘅一段日子咧，澳門個房地產市場上面嗰個住宅樓嘅供應量咁所以我覺得咧，現時嚟講呢個市場上面咧都係有一定嘅數量嘅房產咧，可以令到我哋嘅澳門居民咧去進行呢個物色㗎。因為我諗個空間咧係闊啲啫，喺選擇裏邊如果去到嗰度，其實確實喺置業裏邊係一個好重要嘅投資，都要因自己嘅能力。而家唔係講緊全部都要去攞晒260萬，其實係260萬以下嘅呢個部分。其實每個人作為一個置業者咧，其實都要評估。當然信貸機構會喺呢方面咧去作出佢專業上面嗰個分析，但係作為每一個喺呢方面嘅置業嘅朋友咧，其實亦都應該考慮量力而為，就唔係以為攞到盡你能唔能夠承擔得到呢點嚟講咧？我諗係應該有呢方面嘅一個考量。但擔唔擔心會推高個樓價？好多人都話政策一出，好多人就可能鼓吹炒風咁樣，擔唔擔心呢樣嘢？議員本身其實置業嘅本身咧，而家整個目標，佢唔涉及到究竟你喺房地產市場個經濟嗰裏邊，主要嘅目標咧係協助市民置業。咁有需求會唔會增加到？需求增加，嗰個價格會唔會上升咧？嗱，從個市場個經濟裏邊嚟講，大家會知悉嘅。但係個影響呢個樓價有多個因素嘅。而家國際上面嗰個經濟嘅狀況，澳門整體上面嘅經濟嘅狀況，我諗都有各方面嘅影響。咁但係作為年青人，特別係而家去置業嘅咧，過去嚟講都冇置過業，佢哋起碼呢3年裏邊冇呢方面嘅話咧，我哋覺得協助居民，特別係年青人呢方面嘅置業咧，係較為積極嘅。劉生。我睇嚟講咧，呢個政策即係話其實只係話即係去協助啲有興趣首置嘅年青人為主啦去投資響佢作為一個自住居所嘅一個
一個咁樣嘅政策啦。咁我覺得嚟講咧，由於呢個因為我哋現時響利用呢個公帑方面咧，係設定咗一個上限嘅情況。咁我覺得咧，即係話呢個只係作為一個幫助。我諗佢話，如果呢個政策係令到個房產係被推高咧，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所引申嘅影響係唔係會咁大咯。未必有個即係咁大一個叫即係托市作用。我相信唔會啊，因為始終嚟講啦，呢個只係一個協助我哋澳門居民首置嘅一個政策嚟嘅啫。咁我覺得影響，正如阿梁生講啦，亦都係話影響個房產嗰個市道方面係有多方面嘅因素嘅。咁就單一嘅咁嘅政策，我相信都唔會影響一個好大嘅變動嘅。好啦，下一節翻嚟我哋睇睇呢一啲具體嘅申請條件或者執行情況咧，點樣會影響到呢個置業者本身嘅權益。我哋下一節再睇呢樣嘢。繼續新聞黨我要探討翻咧就係利息補貼啦，咁同埋就呢個擔保政策咁啊，對於即係首次置業人士或者自置居上人士嘅影響點樣啊？咁啊日前亦都舉行咗一個嘅即係解釋會啊，咁啊解釋會上面有好多人都問到即係一對情侶啊，即係情投意合啦，要結婚，但係又即係各自又即係申請咗呢一個嘅即係有關嘅計劃，會唔會點樣處理咧？係咪好多人會困惑喺呢樣嘢上邊咧？局長係咪？喺我哋嘅說明會裏邊咧，比較多嘅都係問一男一女想打算買樓係點嘅情況嘅？點申請好咧咁啊？其實法規定咧就係個人或者家團嘅。個人就係單身人士啦，家團就係以夫妻啊、父母兄弟啊呢啲有血親嘅或者係收養嘅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為之一個家團嘅。如果你一男一女話打算結婚，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兩個都係未婚嘅話咧，基本上就唔符合我哋呢個法規嘅要求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應該係以個人嘅身份咧去作出呢個申請咯。但申請咗之後又批咗啦，兩個單位啦，又結埋婚啦，點處理你會係？咁原則上就係話，當呢一男一女喺單身嘅時候獨自係取得呢個四厘補貼嘅話咧，當佢結婚之後咧嘅3個月以內咧，要通知房屋局啦，咁取消其中一間嘅補貼啦。咁佢之前獲得嘅補貼咧就唔會有咩影響，即係收咗嘅就收咗噶啦。但係如果結咗婚之後3個月之後咧都唔通知房屋局嘅話，而又被發現嘅話咧，將會係有一個處分嘅咯。但係信貸擔保付嗰部分會唔會受影響？信貸擔保會繼續嘅，會繼續嘅。係，劉生，你係業界人士，對於即係成個今次嗰個法規或者具體個申請啊、批出嗰個條款方面有啲咩比較困惑嘅地方有冇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好清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咧反而就覺得就係話，如果我哋係利用公帑去協助我哋嘅，譬如話嗰啲首置嘅居民咧，我覺得喺個監管嘅過程入邊應該比較嚴謹啲啦。希望能夠令到即係話真正需要即係話得到幫助嘅居民咧，能夠利用到呢個我哋特區政府嘅資源咧，去能夠係做到佢所希望所做嘅工作啦。咁我諗咧，如果係話有關話個政策上邊咧，由於係經過個調整，我覺得就係應該係比較合理一啲嘅，就係話如果係能夠即係話響政府嘅承擔方面嗰個能力方面咧，能夠係規範咗之下咧，我覺得呢個有關嘅政府嘅資源方面咧，係能夠恰當咁利用到喺我哋嘅居民身上面嘅。係，庭哥咧就係討論咗好耐，我知道呢個即係方案，你哋都即係來來回回都討論咗好多次。因為都諮詢咗好多啦，包括咗政府開頭咧就邊啲人可以申請咧，一定要2個人嘅係嘛？咁啊，而家就可以用採取個人都得嘅。咁其實而家整個政策未來出嚟嘅結果點樣，對社會影響點樣咧？我諗係需要有一個嘅過程實踐。但係咧，既然係推出咗嘅話咧，政府咧我哋就覺得係有需要咧，係真係喺宣傳上面。或者係多啲直接同居民咧去接觸、去了解同埋宣傳咧其中嘅細節。喺我哋自己街區裏面，好多時候接觸咗一啲係咪咧就關心就，咦，原來有啲近時佢細個嘅時候喺即係一個家團咁去得到啲社會課㗎，或者買經濟房嘅呢啲部分咧，其實呢度係有規定。
即係話咧，如果能夠得到咗房屋局